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3，以赛亞書46章10安尼讲：我对起头指明落尾的事，对古早指明要未成的事，讲我的计划的确徛在今仔我所欢喜的，我要成伊。三甲来祈祷，计划的确徛在你所欢喜的，要成伊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，你是阮的避难所甲盾牌，你是阮伫患难中的倚靠甲帮站。主啊！伫这个不安的世代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安静阮的心，互阮知影放下所有的重担，单单来仰望你，用坚定的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遵趁你的旨意，互阮无靠世间的聪明甲才调，也将一切的忧愁甲挂虑交托你。主啊，你对起头指明落尾的事，对古早指明要未成的事，主啊，因为你的计划的确徛在今仔日所欢喜的，你要成伊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